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12月17号的南方特收报。12月5号清晨，于高雄渔港搁浅的海豚，在海巡署等单位抢救，目前正在台南成大鲸豚中心照顾当中，状况都还算稳定。重点是关键期需要靠许多热心职工全天候来轮班，希望早日让它恢复体力，重回大海。这只就是5号清晨在高雄渔港附近搁浅的海豚，在海巡署和成大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等团队移师台南的全力抢救，目前状况还算稳定，只是因为身体虚弱，生怕放水池内自己游不会换气，会呛到水，所以每天需要一组2到4位不等的志工来协助，重点是让它稳定，不会吃到水，否则会引发气管发炎。画面中这位女性上班族就是听到消息很热心，不畏辛苦排班来担任志工。就是因为看到消息，就是也是有点突然，但是就想说如果有时间就可以来帮忙的话，就希望她可以康复，然后回到海里，这样我们就很开心了。对。对，然后因为目前他们说我们可以帮忙的就是做保定的这个动作，然后就是让他气孔就是不要进水这样子。对，然后目前就也是听就是他们的那个教导，然后我们就是帮忙这样。会不会很辛苦啊？不会，就是大家如果都有来帮忙就很 OK。海豚目前抽血等检验报告还未明朗，所以这段救援的黄金期间都需要志工全天候协助照顾。这样就是记录一些它的情况，对，记录海豚的一些，例如说有没有排泄，或者是扭动啊，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为这样子，然后就支援一些临时的杂物这样子。24小时要轮班就对了。是24小时，就是我们大概4个小时会有一班人来轮，然后每个人大概就是1个小时下水，中间间隔1个小时这样子，然后下去做轮班这样。根据了解，这只长236公分、重达120公斤的海豚是属于印太平鼻，虽然身上没有明显外伤，不过体型已经相对消瘦。海洋保育署也欢迎更多志工共同投入轮值照护行列。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每年一度的卫武营马戏各项精彩活动将于12月18号前陆续登场。今年邀请许多优秀的国内外艺术家参与，带来精彩的表演，并且将卫武营打造成巨大的马戏游乐世界。以柔美的舞姿为活动提前暖身，1年1度的卫武营马戏平台将在本周末展开。届时，卫武营户外广场也将化身为巨大的马戏棚游乐世界，为民众带来多样的免费精彩表演，要在年末时刻与民众同欢。相信到时候这个现场一定是非常的热闹，而且非常的魔幻，因为就视觉上来讲，就是有那么多人，然后又有马戏的这种空间的表演，然后再加上巨型的艾拉在这里面走这样子。轻盈一跳，在空中来个后空翻。继疫情肆虐以来，时隔2年，今年活动也再度邀请到国际艺术家来台，届时将为民众带来精彩的马戏表演。就是沉住坏空，它其实可以完整的呈现在柬埔寨的生活样貌。那同时我们也带来就是傀儡的作品，所以它其实也会用比较有趣跟幽默的方式呈现。比人的手掌还要大上好几倍的球，在巨型的弹珠台上滚啊滚。今年现场设有各种互动型的装置艺术，还有圣诞市集，要让全家大小都能在此同乐。那我们希望这些游戏的这些部分可以让
民众除了表演之外，也可以有更多的互动的参与。这样，随着节奏翻来翻去，穿着华丽的衣服，展现各种高难度动作。来自柬埔寨的剧团在活动记者会上带来精彩表演，也再次宣告卫武营的马戏平台将正式展开，为民众带来精彩的视听盛宴。记者邱玉婷、苏瑜文高雄报道。连续14年举办公益点灯的台南大圆柏，今年特别与市府合作，打造唯一一棵原住民风的圣诞树，以原住民图腾的彩带装饰，加上周边17组的灯箱装置艺术，日前正式点灯，场面相当热闹。由台南大远东百货举办圣诞公益点灯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4年，与往年不同。今年主办单位特别与市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合作，打造全台唯一一棵原住民风的圣诞树。会中除了邀请最萌国军娃娃舞蹈表演，另外还有山村国小的木笛以及扎哈木乐集、迎宾舞蹈，场面热闹。点灯仪式由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以及市长黄伟哲等多位贵宾，手持原住民文化中象征丰收的木杵，共同敲击倒数，场面盛大。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让我们1年1度再次看到我们远东集团的一个善行义举。这边我要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谢谢徐董事长，谢谢远东集团。好，谢谢。今年好像这个圣诞节来得特别快，并且呢天气也不够冷，但是到圣诞节这个节很要紧，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感情，我们对圣诞节来也是开始我们1年1度的这个庆祝圣诞，那么并且也是新年的很快的这个来临，我们要带着一种快乐一个心情 ，be happy， 那么让大家整年过了这么快，那么今年到年底的时候呢，要有高兴，要有感惜，然后要更重要的就是说要快乐。台南大远东百货结合各界的爱心，去年捐赠鞋子给偏乡孩童，今年主题则是结合原住民风。市长表示，虽然台南市没有原住民城区，不过很多都是都市的原住民朋友，因此主办单位今年特别募集了360双鞋子，分别送给永康区总共11所小学的原住民学童。记者林根台南报道。温馨的12月，高雄市观光局和百家50年美食业者合作，除了推出大港老味飘香半世纪，更提前备战2023年的米其林指南。观光局表示，该活动旅客可以凭着地图吃遍美食，另外分享美照，还有机会获得豪华住宿等大奖。
在地飘香55年猪血汤，中午时间吸引民众来饱餐一顿，肥瘦肉都有的肉燥饭更是必点招牌，一口接一口，超过瘾。高市观光局特别盘点全市超过100家开业50年以上的美食老店，自12月起共同举办大港老味飘香半世纪活动，让令人怀念的好滋味继续在新时代流传下去。当然，疫情影响真的是蛮大的。那我们刚好观光局有这个活动。刚好我们也很愿意配合参加，因为当然这个对于商家都会有一定的帮助。我们特别精心制作一个老味地图把这个全高雄的这个50年以上的这个100余家的这个店家老店们呢，都把它在这个地图上展现开来，所以不管是在地的高雄民众或者是外来的旅客，都可以按图索骥，非常方便的去找到他想要吃的这个店家。不只有美食地图，观光局还寄出限量 VIP 老饕卡，一卡在手，到指定店家都能享受专属的优惠折扣。可以到50家指定的这个店家消费满200元，然后就可以取得一张老饕卡。那有了这张老饕卡，就可以到指定的70家店家都享有指定的优惠。此外，民众还可以参加 IG 抽奖活动，拍照上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温泉券和住宿券。特别办了这个 IG 抽奖的活动只要你穿的这个复古的衣服，或者是带一些复古的道具，那到指定店家，然后呢拍照设为公开上传到你的 IG， 然后当然还有标注这个，我们有一个游戏规则，标注这个特定的 tag， 然后这个等等，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大港老味飘香半世纪活动一兼二顾，有效提高老店曝光度，同时也让民众能快速找到经典美食。观光局特别感谢商家支持，在通膨冲击下，愿意与市府合作推出优惠方案，一起迎接崭新的疫后经济。完善的活动规划也让人直呼不来高雄还能去哪里呢？记者郑光佩、关梦如高雄报道。第4届亚洲步道大会徒步嘉年华日前抵达台南市行程，由台南社大台江分校执行长吴茂成陪同，走访大圳和内海之路，希望台南的山海郡绿道让更多人知道。海淀国小的学生热情地唱歌欢迎第4届亚洲步道大会来到台南市，由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长李建玉代表市长黄伟哲欢迎。第1站来到真古的凉亭，学生热情地送上卡片，场面相当温馨。The people have been the best. I think that's been the biggest takeaway is just meeting the people. They've been so generous, so kind, and so thoughtful to make this whole trip a great success. The environment of Taiwan, from the mountains that we were at, exploring up there and seeing the beautiful forests to down here on this lovely greenway, I can see that people really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what it means to them and how much they love this country and want to protect the natural spaces that they have. And I think that speaks well to me because that's what my organization does in Canada. We want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I see a lot of synergy between those two thoughts. 亚洲步道大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健行爱好者，去认识不同国家的步道美景，体验当地的文化，享用当地的美食。这次由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执行长吴茂成陪同参访山海圳国家绿道。咱用3天的时间陪伴这些国际朋友对特惠的到闸门水库，这条步道总共13单位，甲咱地方台江地方咱大庙咱社区大学台江分校，咱海淀国小小台江安尼公司合约做伙来拍拼这条山海圳国家绿道，对台江到玉山安尼总共177公里，对海到东北第1高峰。伊是见证咱台湾台湾人各界做伙拍拼的一个代表咱的台湾文化路径，嘛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条绿道。咱这边有机会，互咱来自加拿大美国、匈牙利蒙古，还有澳洲等等日本这些国际步道的这些组织甲专家学者做伙来参访了解。期盼借由这次亚洲步道大会，将台南的美食、地景以及文化等等带回去分享给各国的朋友，也希望山海圳国家绿道将来能与加拿大等各国的步道结盟，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以及文化的互动。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
高雄市新兴区有一间55年的猪血汤老店，客人一直络绎不绝，为的就是来一碗招牌的肉燥饭和大肠猪血汤。老板表示，为了确保食材安全卫生，他一定是亲力亲为。豪迈的淋上卤汁，肉燥饭一碗分量十足。眼前这锅卤肉可是店家熬煮4个小时才有的好味道，肉燥的油花在嘴里化开来，散发出香气，超够味。这间在地的55年老店，除了必点肉燥饭之外，大肠猪血汤更是招牌选项。口感蛮 Q 的啊，对啊，然后猪血汤我觉得还不错啊，你们可以试试看。有时候会点炒面，有时候会点肉粽啊，有时候会点肉燥饭，不一定。但猪血汤是它的招牌啊。所以我一定都会点猪血汤。老板表示，食物要好吃，新鲜的食材和勤奋工作都是关键。红葱头自己剥，大肠自己洗，每天凌晨就开始准备材料，细心烹煮，让老味道延续下去。老的味道我们一定是要留住的，像老的味道，重点就是红葱头跟猪油泡。红葱头一定要自己剥，这是特色。你去买现成的，没有这个味道，没有新鲜，卫生可能我们也要考虑一下。所以这个我们一直强调，一直把持住的。所以早上我们6点多来是起肠子，一洗就是1个早上，这都是我们的特色。那我们一直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样才能够吃到很新鲜的。所以你不管什么猪啊什么，我们都不理它，我们就是当天的问题猪。不仅要保留传统味道，因应现代人的健康需求，老板也不断调整烹调方式，讲求食材单纯，让民众吃得更安心。所以我们的汤头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不是一般的大骨汤，所以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去做改善。以前的汤是1层油，我们现在都把油捞掉。那油葱酥是以前撒上去的，可是现在我们都也是把它熬完了以后捞掉。现在人吃健康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改变的地方。吃完饭后再来一盘小菜，卤蛋加豆腐，让人直呼过瘾。高雄老店不踩雷，也邀请民众一起来尝尝。记者郑光佩、关梦如高雄报道。随着疫情趋缓，口罩令的松绑，各行各业景气也开始复苏。东东餐饮集团就表示，旗下餐厅的除夕团圆宴几乎都被预定，也凸显他们的年菜备受消费者喜欢。为迎接今年10天的农历假期，东东餐饮集团推出年菜套餐组合，在东东宴会市场华平喜价馆的部分，主打年菜自由配。特别精选30道新鲜现煮的菜肴，让消费者自己选择。在永大幸福馆，则是推出5人份以及10人份的外带年菜组。高雄云顶馆则是推出独家经典年菜鲍鱼干贝佛跳墙，还有荣获2022米其林指南必比登推介的府城食府，也推出了多位中婆塞的拿手大菜，就是要满足每一张挑剔的嘴。今年的年菜重新开始，东东呢？依照往年，我们有4大天王就是永大幸福馆、华平喜价馆，还有高雄云顶馆，加上今年获得必比登推荐的府城食府，这4家呢都大力推出他们今年的年菜，所以我们有除夕的团圆宴，初二有回家的回娘家宴，还有呢华平的主打自由配，有30道菜。你爱怎么选，一定会选到你喜欢的菜。那永大呢，我们主打5人、10人的桌菜。那府城食府呢，它除了有热食，还推出了10道冷冻的台菜经典的。高雄呢也很澎湃所以我在想说，今年大家可以开怀畅饮，很辛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很快乐来过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年。除了外带年菜以及礼盒，东东餐饮集团旗下的华平喜价馆、永大幸福馆以及高雄云顶馆，更是推出除夕摩登宴活动，安排了精彩的表演以及互动游戏，甚至还有提供抽奖，最大奖有电视、礼券等各种好礼，好吃又好玩的安排，难怪团圆宴一推出就差不多被预订光。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家里有毛小孩的朋友，是不是常常为了找到可以和宠物一起用餐的地方而困扰呢？在高雄有一间友善宠物餐厅，不仅人跟宠物可以一起聚餐，还提供宠物鲜食以及特制的宠物蛋糕，带您一起去瞧瞧。
现在有毛小孩的家庭越来越多，跟朋友聚会或是想要外出用餐，都成了家长头痛的问题。为了提供毛小孩和家长一个慢活的用餐空间，陈鸿儒特别打造了一个让有毛孩的家庭能够安心用餐的友善环境。当初我们会开这个宠物餐厅，是因为希望就是我们这边的高雄的市民也可以带狗狗出去的时候不会一直被拒绝，因为其实很多餐厅是不准狗狗进入，也不准狗狗待在袋子里面。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透过一个这样子的空间，让想要带狗狗出来的人可以安心的在店里面用餐。我们这边也有提供宠物餐食，那我们这边提供的宠物餐食都是用鲜食去制作的。进到店里，小而温馨的舒适空间，让家长们能够和自己的毛孩无拘束的享用下午茶餐点。这里除了提供多样现场可以食用的餐点做选择外，陈鸿儒还设计了让想为宝贝们庆生或是准备派对零食的家长们的宠物鲜食课程做选择。宠物鲜食跟宠物蛋糕本来就是我们起家的产品，对。那蛋糕的部分，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不要再用人类的食物去给狗狗吃，而是买一个专属于狗狗的鲜食蛋糕。对，我们的手作课程有包含蛋糕，也有包含一些节庆的产品，比如说年菜啊、月饼和果子。从鲜食的制作到宠物生日蛋糕及配合节庆制作的宠物食用餐点，这里也提供了可以帮毛孩庆生的专属空间。你和毛孩不知道去哪里吃饭或办派对吗？不妨来这里走一走，度过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光。记者周福庆、曾佩云，高雄报道。台南市义载国小余光分校有一座已经20几年的大象溜滑梯，为了符合游戏场设施新的国家安全规定，校方面临拆除或者是换装其他罐头式游具等等的选择。不过最后学校考量保留校友的回忆，将大象保存，重新改造彩绘，并加入海洋的元素，希望保留情感，继续创造师生美好的回忆。民国66年余光分校成立之后，79年余光社区发展协会所捐赠的大象溜滑梯，陪伴许多校友成为珍贵的回忆。不过，古早味大象已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学校为了顾及安全，保留情感，也符合山昆生的地理，融入象征活力和幸运的金鱼造型，加上重新彩绘，换上新装。铺面又引进台东圆润小石，舒适凉爽。这种争取90万替大象整容活化的结果，一下课学生就飞奔来游乐。这些游戏当中最喜欢哪一节？溜滑梯。为什么？因为那溜滑梯溜很快，然后溜下来凉凉的。你呢？你最喜欢什么？我最喜欢这个石头。为什么？因为那个石头很圆，然后打到不会痛。就是摔下去也不会痛，然后躺在上面会很舒服。是，所以下课就喜欢来这边玩。对。你呢？跟我们讲一下。荡秋千，可以荡很高，而且很快，很好玩。又安全，对不对？对。而且有时候飞车的时候会被抓，这里不行飞车。会很开心。有。昔日校园内的大象溜滑梯，如今很多不是拆除就是化身装置艺术。不过余光分校在校长和师生的努力，以全新的面貌来迎接所有小朋友。我们的其中一个大象溜滑梯是我们余光分校的校友共同的回忆，所以我们突破了很多的法令规定，也克服了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层面，我们把它保留下来，而且我们也成功的让我们这一支这个在余光分校这个从民国79年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大象溜滑梯给保留下来，而且不仅校友很开心，我们现在小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应该是全国独一无二，具有海洋风味，而且大象上面有一只这个象征我们山昆生这个金鱼这样意象的一个溜滑梯。余光分校通过大象溜滑梯的改造和所有特色游戏场的呈现，希望看见学生的笑容，继续创造师生美好回忆。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
感谢收看12月17号的南方特收报，我是郭文吉，我们下周再见。